来做头。金宝贝红西茶后，如果爱上你该爱叫着，烦烦你嘛那味酒，点出金酒大空桥。快乐的世界，快乐的世主，天好天的故事，会人来作伴。金宝贝和西茶后，如果爱上你该来叫着，烦烦你嘛那味酒，点出金酒大空桥。哦，小妹错，害一人古人，嘛就干先进的家伙头。古人干那治好的武器，天苗泡汤，3地用主人，嘛是冒菜。毋过加在迄案，那么会引起惨啊！阿公，2000科技无发达，咱怎要改武器？啊，先说甲困一时退，科技无发达，大家能用刀剑枪棍等等18般武器。得势咧，你接味，实有魅力强大，全面厉害的土椒。迄要改厉害的土椒？你装土椒咸做香麻蛋，过开始等于南三庄，土性真强。若迄种得废地，毋得因了过客费，求七要免费。香麻蛋食材是真土。香麻蛋迄袋从山迁过来，做七实践啊，数字毋是把心。就酱啊无酱，干厉害的土椒，啊发无改椒。当然是就酱，有改椒，咸做溜条凤。你介故事我接上一集，搁讲落去，很吃不地。什么得阿先师打错上了后，现今日得大才子无杀死，条汤客切兵分3路，下南议论子3错误，杨春英7起。阿姨，迄样子搁咧客粉洗3区，万个米拢是客切，嫌爱单费展开7号，现要做事做起真忝啊！阿姨想讲落客粉洗3区，现亲事单费展母下当啊洗3区。阿姨，现案我搁较并未落心，万日饲人毋厌远的客切若来，现的生命实是危险啊！缘因较紧展累。得脱洗好啊，先搁垫下。较紧借客切过来饲人，过来夹枪啊！阿姨，较紧借。好，起来！拜托，迄人卖饲爱人，爱钱两无钟啊得迄人，2000个人赚5千，毋过迄人客爽的人。甘枪阿先师甲金先师落对抗恶人，奉太才子无杀身的命令，一天学得迄人治，反抗恶人的下场，只是如日头。阿姨现先借我来对付军人，日界嘛就袂开，上体啊起！
王思强虽然拼命保护歌衣，不过骑车引导多紧，动了一道两道，杀动的错刺死歌衣几道。阿姨，现较紧走。可惜呀！要赶紧起来！刘面仙，好，阿仙术，关哥要改仙，要改术，因因引导，爱七五神鬼康修二法土一拜对付干导引徛到。大家做出来，日天不争气势阿仙术，现因骑车干我牵引，因当生现因去西天好好悔改。骑车牵引魔术，阿仙术二起，因七招双手，众多多头，混乱密谋。厉害阿仙术魔招不死啊！思强啊，现学节爱，你若是魔法图画，好好安排现啊伊的后事，就要该学掉上坑，现毋是细耳啊！爱的阿仙术，骑车的人真多，18壮烈人动的迄啦。阿信，会因咱紧去掉上坑，嘿。该死的骑车，我带因伫乡马蛋的厉害。阿姨，我要天保面寿。我要装香麻蛋保面寿啊！忙死，迄卖得甲无拍讲。阿公，强扶手机，我心肝无。买唔爱保守心肝，骨听啊讲切不地。忙讲真浅，我先出去解问题，答现含时候。算了的人唔识鸟，唔识叫之外，也就计泥扑鼻每种啊识。张良太现地无？爱识天高先得现招赢么？俺我招的加比。杨主讲呢？认为唔识加比，切比错头顶因卡色，俺张就好哩。现招唔错。不小心追不到，我这手屁股。假是佛配，俺娘的现，迄位是佛配，臭皮猴无怕招。阿公啊，讲答案啦。好，我讲答案。假设发现的算了提溜西自信，了日向一无信。就一年日向光未出参加宴会，认为母下真善属于甲因遮新三区，托孙子祖谱去参加。
孙子真家己识鸡头，母子儿甲鸡头一鸡集，杀出二香光一无信。三苦杀乌子，鬼七发心体，我孙子杀无真太上，聪明真歹养。前母啊了后，骨七甲母孩人讲，后悔鸡头没装饰。就这样啊，冇这样。当然就这样。翁仔弟啊，你两根起得入会搞切，所以将要归天，算了的后腿自顺，没怎啊识鸡头。西金的头脑色彩真巧，只要改进一套理，李太，俺无怎啊搞金面困么？现就好布家困。我先问现的师傅阿公揉土把，得出几个汤子，我总不准搞现。尊师承托，爱父母爱条件自日。阿公，俺无怎啊好么？天下无好坑七日门，家好家好，那是父母做好事七不正。按丈量，列两介金烟捆切得很高，无问题。我先教几人问好，暂搁教几人不好，西金就按写好，听我去好问，暂搁练金烟捆。好。少忝啊！阿公，现讲故事等下填好无？等下出面迄群出面填故事。好，我搁讲故事。日摆行汤色彩真失败，该当何取？太菜子苗苗，太菜子苗苗，迄刘面线插手。单一届刘面线，岂不怎啊甲现人打牌？刘现人就要甲入庄。报告太菜子，你会兵分三路，其中一路得刘面线打牌。要会两路能面新任务哦，现在意思系我分国较多的人，去真光切砍，冇错，得刘面线甲刘金线冇法度顾切砍。军水加把外败，去招现的意思骗。客车兵分真多路，王书强得分为客双并向马蛋，后天呢都是三发，客车真多人死去，挨脱替挨伊报面手，客车骗人该死，哈哈哈哈！王书强仍向马蛋突发分为客，康师傅嘛开出一条状引。阿先生，阿先生，死啊顿啊，七做八做无怕险，迄得现粉晓。阿信脱死啊咯！呸呸呸，现长的脱死啊！我阿信活得好好，唔系啦，迄样阿唔理解人。你该人形容子，我贴花的路冲出鬼，骨真艰难，莫去救七分开啊！现较紧甲富入来。
啊，先说古就有金么？啊，信甲改招蛋化作一万飞。好。现甜就食要改物件，啊，迄名错要改么？今日亲做，我去凤梅溪做坐壳啉一口咖啡，爱吃毋知发现要改死。毋出现死开啊！一口啡吃完。阿长现开现歌舞的人落亲批过后事，暂搁开现面托的人去汤伫酥油的庄面，毋好把凤梅溪溪顶因下香麻蛋，紧去汤伫好。啊，钱人啊，香麻蛋甲迄要改物件，下一装10分离火涂椒，搭葱散真7秒。用得飞地，要得规界咖啡搓土，那些名错吃要搓土免开，那些啉错天错要死开。啊，更厉害，俺同样一片咖啡的手困庄面的鲜活扔飞，无可能软唔扔，先签死卖扔，电爱扔温浸清盐料后，那毛土暂搁了扔飞。哦，香麻蛋更厉害，甘讲拢无改招。香麻蛋的改招切溜头凤啊，钱人啊，俺头啊探念是头皮溜头凤，油菜天错放入过山猪内底，面得年下日参时间，将要种化作溜头凤。吼吼，原来是阿干阿信，天爱去煮山日抓，好爱弟。小姐客气，这是一场我想要做就是包裹的话术。谁的后头？阿公，甲介树强，米出保守，并向麻蛋开始抬价。七上头无面手，不等于无头脑。人若无头脑，岂要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？那就不要报仇了。其实阿爷亲手是一天恶报。但保面手的方法就真多。爱弟，托保面手，每种人类错无相关的人。无唔错。阿公，如故所讲，每种个西里客，个每个凤梅客，且讲香麻蛋的厉害。错，不过你贵书要求另外一种讲法。迄要该讲法，表示讲西里去看武术的厉害。代表武术的讲法嘛是错的，所以讲不准过凤梅溪，过买了西里溪，也是讲不准过西里溪，过买了凤梅溪，拢是错。哦，所以甲困一个时态，切去看的武术忒厉害。是啊，无论要啥，上突挑战去看武术的人，一定是失败。哦，更厉害，阿公。到底金燕坤较厉害，还是布家坤较厉害？班拢真厉害啊！天海无光，无就挑尾挑咬的。人品甲武德，将个好武之人学好的。小妹大妹就没有这比的。是专写好，敢讲爱人的歹事。外国电到后一招，冇错，我是疯到发火的疯，我是无所说、无怕无烦的无牛，望金转沙千，我人拢爱，我人切弹台千，声音主。迄人谅解你尔，
啊，甘骨落做石安西后。母牛摕起来，耶稣！你会加上庙真气，日天要打出现因，母牛杀咯，母牛杀咯！太同样一杀，显现我提庙准气，无限我执天庙炮弹，我要得现气势，现一张昂牛。西金转西后，不曾起现因的金烟坤。好，娘爱金烟坤。让神牛起飞。好，神牛起飞。起落台，同样一片。叶问杨子，电飞电落将国的二神娘，西后金宝贝，现应该起敌。后日集也个日要该心血事情发生呢，强国娘廖文虎不妥协，西后金宝贝现起不地。大家好，我卡秀彩，双集的米菜，跳面面梅七七，柳枝桥是忌日，朝日装的厂答案切酱面，唔知现因绕错么？今年搁得大家朝日介米菜，柳枝葱桥的秀彩，托我唔做些科日记者，屠杀两七鬼跳江唔上体，因后日集将国公答案。落力感车。